呢度係偶爾要重拾自己的習慣。今集和你出走嚟到土瓜灣，一齊嚟享受慢活之旅啦。第一站去咗海心公園，喺土瓜灣站 D2 出口行5分鐘就到。想帶大家嚟睇下奇石，就係著名嘅魚尾石。經過咗填海工程之後，同海心石都一樣保留咗落嚟，係區內好有歷史意味嘅地標。仲有情侶一齊去拜海心石，就會姻緣美滿嘅傳說添。而喺海心亭呢度，可以欣賞到東九龍嘅海景，甚至係眺望北角嗰邊嘅景色，所以係附近街坊釣魚嘅好去處。呢條九曲橋亦都係好靚嘅打卡位嚟㗎。呢條涼亭環抱270度海景，令人心曠神怡。當日仲有幸親眼見到里約龍門嘅畫面，充分體驗到碑文描述嘅一幕。呢度仲有唔少碑刻畫咗海心島嘅歷史，亦都有唔少康樂設施，男女老幼都適合嚟㗎。包括網球場、兒童遊樂場、籃球場、草地等等。下一站嚟到牛棚藝術村，呢度係1908年落成，所以被評定為2級歷史建築。當時係馬頭角新速檢疫站，用嚟做新速檢疫中心同埋屠房。活化翻新之後，就俾藝術家同團體租用，間中有 workshop 同展覽。當日去到就冇咩嘢睇，令人失望。展片期間做 research， 有啲分析話呢度可能要重建，難怪會有種廢墟 feel， 都幾可惜。繼續行上去就會去到牛棚藝術公園，呢個範圍有啲嚇親我哋，唔知係日久失修定係天氣關係，都有啲人喺度運動同野餐。不過我哋覺得太陰森，所以好快就走咗。呢區好多唐樓、舊式大廈，都貼晒市建局嘅紙，唔知第時會變成點呢？最後一站就和你 Jap， 去咗呼吸星球。不過當日準備打風，所以餐廳早收，而且水吧都走埋，叫我哋可以自備飲品，都算係一次難忘又特別嘅經歷。仲造就咗我哋 bartender 初體驗，份量視乎中意茶味定酒味重啲嚟決定。真心推介，好好飲，算係復刻咗餐廳嘅沖繩青檸燒酒梳打。呢度有好多老闆嘅收藏品，全部都好有復古懷舊感覺。如果你中意呢個系列嘅片，記得撳個訂閱掣啊，唔使錢㗎，我會有動力製作更多影片。like 同 share 埋俾親友啦。我哋就叫咗2個定食開心 share。呢個係手打漢堡定食，個漢堡係超級 juicy， 一咬就爆晒汁嗰種。每一啖都充滿燒汁同漢堡嘅香味，好鍾意蓮藕呢個前菜，甜甜地又爽脆。另一個就係火炙三角燒肉定食，餐廳用咗 A4 黃牛，啖啖都係又滋又香，唔使點啲汁已經夠晒野味。前菜成日唔同，可以保持新鮮感。利申自費項目，埋單500幾蚊，唔使加1，人均消費260幾，價錢嚟講係比較進取嘅。不過食物質素都真係幾高，而且份量都好足夠，同埋職員嘅態度都好 nice， 仲問我哋知唔知打風，同埋有冇車返屋企，所以整體嚟講好滿意。遺憾就係當日唔夠時間喺埋呢度切蛋糕，同埋好可惜咁靚嘅 cafe 就快面臨清拆重建。多謝今次一齊同行嘅老表 G， 我哋又有一次好特別嘅經歷。又儲咗個金色嘅益球啦，順便分享埋老表送俾我嘅甜品，分別係檸檬蛋白霜撻、開心果紅桑子撻、榛子朱古力蛋糕同埋楊枝甘露撻。我最中意檸檬，好清新好消暑，其次就係楊枝甘露，有層啫喱喺面，口感好豐富。榛子朱古力就勁似金沙嘅味，開心果都幾 nutty， 不過有少少膩，好在有紅桑子中和返。咁今集和你出走 crossover 和你 Jap 就同大家喺土瓜灣嚟咗個慢活之旅啦，亦都希望喺呢區重建之前
可以幫手記錄低一啲景色同回憶啦。你哋有興趣嘅話就快啲去啦，留言話我知你對呢區或者呢條片嘅感覺啊！歡迎打賞以求合作，記得 CLSS 開啟小鈴鐺。多謝收睇，下條影片見，拜拜。